睇下台上面有各式各樣糖同餅乾，就係幾日前飛機直送到港，嚟自巴基斯坦嘅零食。一齊睇下佢哋嘅零食好唔好食啊！我仲會10分為滿分，睇下每一款零食會值幾多分。第一樣開嘅係呢包彩虹糖，港紙大概10蚊，顏色咧同香港嘅彩虹糖相比，實在太恐怖啊！啲色咧實在太深啦，色素實在太勁啦，所以我係完全唔夠膽食啊！第二樣開嘅係呢包 ABC 糖，講真睇包裝係完全唔知咩糖嚟㗎，原來係熊仔軟糖，味道可以接受，同香港嘅軟糖係一樣。第三樣開嘅係呢包果仁朱古力，望到個包裝唔錯，只不過好對唔住啊，呢一包朱古力我係完全唔敢放入口啊。第四樣開嘅係水果味糖，港紙大約10蚊。呢包糖嘅顏色咧就比起第一包彩虹糖嘅顏色較為淺色，甜度唔算好甜，係可以接受到嘅。第五樣開嘅係番茄辣椒粟米脆脆，包脆脆拎上手好輕，粟米同番茄嘅味道咧就食唔出辣，反而食得出非常濃烈嘅辣椒味，同埋咧佢係一包非常空氣感嘅脆脆。第五樣開嘅係牛奶朱古力，港紙大約12蚊。唔知點解咧，巴基斯坦嘅朱古力食落去有種怪怪地嘅味道啊，係朱古力嘅顏色，但係冇朱古力嘅香，亦都冇朱古力嘅味道啊。第六樣開嘅係辣味粟米條，大家應該都睇到紅色嘅辣椒咧係過分地紅啊，好似染料嘅顏色啊。第七樣開嘅係辣味黑胡椒粟米條，第一啖食得到嘅味道係非常濃烈嘅黑椒味。開咗咁多樣零食，呢包粟米條終於可以放入口啊！第八樣開嘅係雜豆，味道咧其實同香港嘅雜豆係一樣，但係佢哋嘅質地咧係偏腍啊。第九樣開嘅係辣椒味薯圈，一放入口，第一樣食得到嘅味道係辣味，係好搶喉嘅辣啊！第十樣開嘅係芝士辣椒味三角粟米片。首先芝士味完全食唔到，辣椒味咧都食唔出，只係普普通通嘅粟米片。開咗咁多包零食，呢一包三角粟米片係最入得口、最好食。第11樣開嘅係辣椒味三角粟米片，呢一包三角粟米片咧好辣，係非常之辣。第12樣開嘅同樣都係辣椒味三角粟米片，呢一包三角粟米片完全冇辣椒味，只可以講係冇味嘅薯片。第13樣開嘅係雙重朱古力，呢一盒嘅朱古力嘅包裝咧係精美嘅，而且粒數非常之多，但係粒朱古力有朱古力嘅色，但係完全冇朱古力嘅味，好難食。第14樣開嘅係士多啤梨青檸同奇果橙味香口膠，兩包香口膠嘅水果味非常之濃，一開個包裝咧已經聞到啦，拎上手嘅質地咧係好軟好軟嘅。因為咧我冇放入口，所以我唔知道味道好唔好食。第15樣開嘅係焦糖朱古力，一盒裏面非常之多粒啊！呢粒朱古力咧，首先完全冇焦糖味嘅，亦都冇朱古力味，超級難食啊！第16樣開嘅係餅乾，首先咧佢哋大部分嘅餅乾咧都係建議送熱奶茶一齊食。呢盒餅乾嘅味道咧係好清好淡嘅，黑色一粒粒咧應該係香料嚟嘅。第17樣開嘅係椰子味餅乾，呢盒餅乾配熱奶茶會非常好食，因為質地咧係偏硬嘅。第18樣開嘅都係餅乾，呢盒餅乾無論味道定質地咧都非常似我哋香港嘅克力架。味道方面咧係完全冇味嘅，真係要配濃味嘅飲品咧就會好好食啦。第19樣開嘅都係餅乾，呢盒餅乾嘅質地咧係脆卜卜，食法咧就係浸落去熱奶茶度食嘅。第12樣開嘅係朱古力蛋糕仔，味道咧同香港嘅孖寶蛋糕係一樣嘅，但朱古力醬咧就超級難食啊！10樣巴基斯坦零食咧已經開完啦，能夠食得到落口嘅只係得1至2樣。不過多謝我位巴基斯坦朋友山長水遠帶零食返嚟香港俾我開箱。